上，便求大将军为公义有急事明奏。传你进宫。遵旨。皇上有旨，宣便求大将军进宫。神圣也惊动圣教，罪该万死，叫皇上恕罪。为乡平心，谢皇上。贵卿，突然间今夜进宫，怎有这新的打扮呢？神有天大冤情要来鞭策，叫皇上拜替左右。退下。遵旨。贵卿，你会讲咯？皇上嘛。有什么款的代志？你尽管说啊。是，神力为非，因懒散来世，神是无言可说。杨国我的外孙，也就是皇子，根本都无死。啊？你讲什么？皇子无死？是，神虽是有两眼清官，杨国有两个人性。魏将军啊，你来出来！是啊，魏将军，阮弟娘娘马上就要做皇后啊呢！你敢去追阮，敢唔惊阮弟娘娘对你无客气心？哈哈哈哈！地妃，伊家己自身都难保，敢让我都通保你两个人心？哼！地妃已经将一切口径招认了，全是恁两个人的诡计。得胜，贵妃又点会设计陷害皇祖？若是太监小丁来通风报信，相信陷皇祖之嘛，也已经死伫恁两个掌中了。我才无要相信呢！当阮娘娘会去承认这款代志哦。有证据，唔惊伊唔承认。什么证据？什么人是证据？若是小丁的话，是袂用去相信的咧。伊是囡仔人伫黑白讲。是小丁，是我。
就是我和杜公公已经逃走去。其实这段日子我拢秘伫魏将军的府中。迄天，恁甲地娘娘要去陷害皇主，甲娘娘的时阵，我就秘伫边仔拄仔来。恁讲的话，我听得清清楚楚。将军，条命，这跟阮拢无关系。是啦，魏将军，这拢是阮娘娘叫阮安尼做，娘娘的话阮也唔敢无听。魏将军，你就了解。条命，你叫我皇上下罪。臣妾错了，皇上，臣妾不应该为着争夺皇爷的宝座，存心不良。但是，我并无害死魏妃甲皇主。魏妃的死是因为难产，皇主被当中抛出宫外。皇上，求你看在边这个情分，甲公主的面上，饶下臣妾。好，定了你一死，累死，在将地位拍中京，永不记定。遵旨。谢皇上。魏兄，现在这两位的恶路，交互魏兄你去处理。领旨，来人啊！来，将恁两个押出去。是。呀。小弟，无比在。低音道报，无死报信，求得皇主一命，定特当优秀，并立成退下。遵旨。听到未？奴婢知。道中报着皇主出宫的事，身边敢有带什么款的信物吗？启禀皇上，有一卡长脚款，是魏将军要送给小殿下的。断脚款，还阁有娘娘伫甲小殿下合作礼吻，佮用金针伫小殿下的手骨上插一支吻字。插一个吻字。魏兄，皇上，令你即刻领旨，找找皇主回京。先遵旨。
你是安怎想？敢若有啥物心内事吼？元伟，你唔着讲，看你咧闷闷不乐，替你真着急，你知？无啦，其实也无啥物好啊。但咱翁仔某食甲遮尔济好啊，啊厝内面食也免烦恼，啊穿也免烦恼。唉，只干那讲厝内面咱真冷淡啦。假使讲这个时阵若有一个孙仔通抱，唔知要偌好了。元伟，啊，咱都无囝，要哪有孙通抱？唉，这拢是你唔好啦。10多年前我就有甲你讲，叫你娶一个细姨，你偏偏啊唔啦，也唔只会。人俗语讲有囝有囝命，无囝天注定。假使讲我若应该无囝命，娶细姨嘛是无路用。文贵啊，咱大门口吼，分到一个人呢，啊，只阁抱一个囡仔呢。啊？哎呀，笑到你！朋友，紧静静，你静静。元伟啊，这人破病才上重，紧叫内面的人去叫大夫来甲看。哦，喂，你赶紧去叫一个大夫来甲看，紧叫。我去。你来伫遮。哎呀，较细哩，较有元气。我是光伟，阿姐啊，我要求你先收留一个囡仔，我要求你收留一个囡仔，安尼啦。你这个朋友啊，好当然是好啦。但毋过你到底也毋知是啥物人，啊，你是为什么原因会走来阮这个私家庄呢？啊，这个囡仔是你的囝也毋是？我给躲掉。这个，叶宽，这是，朋友。
平贵啊，阿娘，平贵，你敢若会晓读书、练武，以外生理无生，一点仔你都袂晓。阿娘若是死，最袂放心就是你。阿娘，害你不好，袂当互你老人家过着好的日子，颠倒互阿娘你伫为我担心。唔通安尼讲，阿娘看会出，只要你爱认真，唔通放弃你的学业，你一定以后会出身。平贵，阿娘家己知影。哎呦，阿娘这个病要活是无偌久咯。阿娘，平贵，阿娘有一天若是死，你一定要去行城找你的阿姐死安，你还会记得吼？有影，还佫一件代志要甲你讲，平贵，你实在毋是阿娘亲生囝。阿娘，你讲啥的？恁老爸要死的以前，将你来交予阮翁仔某养起。迄阵你是也未满月，这本来有可能的。阿娘要哪会骗你？哎呦！这一卡长去的月款，是甲你身世有关系，你好好甲伊收起来。阿娘，那安尼，为阿爹叫做什么名呢？当时，你阿爹有甲伊问，经过这么多年咯，我都也袂记得啊。敢若会记你是号做道中。